串楼。顶回读到8:20，但是我为什么我会课的录影甲无看到8:20吼？我是毋是被写毋对去？我看卖啊，对啊，我这写毋对去啦，我袂记咧改。8:12到8:13到8:20咧，这我清楚甲改者无对。8:13。到8:20，咱野声日志完成，甲 save 起来，好，这甲关起来。好，咱今仔日对1644年8月21号开始读起吼，真欢迎大家斗阵来读这本厚吼，足厚的。我记得敢若有2大本还是3大本吼。这个台南市政府、台南市的文化中心因出的啦吼，因出版的，然后也写日志的中文版吼，真厚啊吼。所以咱读煞各位吼。听好办道请人客吼，庆祝一下吼。好，8月21吼，1644年8月21，好天透西南风，有2只篷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载有咸鱼甲藤，坐79个人，有1只篷船是对南方来到遮，载有新茶坐5个人。也写一张刀批交互1只明仔载透早要出发前往南方的篷船，早起互探访团队叫做 Great James Hartranft 吼，下底有即个团队的小解啦，倒咱来看者吼，讲即个人是伫大目连做探访团队，大目连是我袂记得是倒位一个村社吼，在台湾高雄南平的即边啦吼，屏可能是原来是屏东还是高雄，打到了哈。讲伫大目连做探访团队了后，转往麻豆。1644年9月吼，9月去麻豆，即嘛才8个月还袂到吼。1647年的春天吼，就家己请调去日兰野城做探访团队，并且做学校的教师。即1647年吼，所以到尾啊，去调转去迄个日兰野城做学校教师。荷兰时代的台湾教育其实是做了足好的吼。但是吼，自阮较早伫咧学校受的历史教育是从来毋捌教即段吼，或者是讲伫咧翰林的即个史馆内底吼，即段根本就是无看在眼内，或者是根本就毋知，完全毋知吼，无知嘛吼，翰林的即个观点拢足无知的啦吼，和世界潮流完全无共的吼。安尼讲，各位可能无法度理解。我讲较简单的吼。过年是恁啥物人敢踮咧门口搭门帘的时阵搭白色的，绝对毋敢啊！吼，白色伫台湾是哪传统？白色就是丧事嘛吼。你若看日本人，因喜事是包白包嘛吼，所以你就知影迄文化迄种。影响迄种力有偌大，你绝对无迄个胆，敢踮咧即个门口迄个搭春联搭白色吼。有一年过年吼，我伫遮，我著用白纸用毛笔写，我袂记我写啥，写几句啊好年的即个，写一句啊好话安尼，搭伫咧门口，当一张白纸尔，搭伫咧门口边啊呢。结果一个。我咱台湾来的一个，较早教会啦，来拜访我。伊讲，
我抓准你厝会出啥物代志？我讲啥物代志？伊讲，因为我看你门口搭一张白纸。我讲啊，哦 ，OK 好。所以你看，迄个文化的力量有偌大，互你毋敢踮咧门口搭一张白纸。而且白纸我是去写，我可能写新年快乐，我写恭贺新喜啦，就是日本人惯是过年的时阵写这四字嘛吼，恭贺新喜吼，恭贺新正还是啥即类的啦吼。OK， 我安尼讲你可能无道理。你应该会当理解，原来迄个文化的溃力遮尔大，文化力量遮尔大，但是用红色、喜气、喜事你认为讲理所当然，或者是拄则讲的迄个文化溃力大到互你毋敢用白其他的色。我甲你讲，其他的色嘛是毋敢的毋是干那白色尔其他的色嘛毋敢你讲大蓝色的，还是迄个青色的其实有的人嘛是毋敢但是伫全世界的潮流内底，红色是上歹的色嘛，大家拢知影红色，青红顶红色是遐冻定的伫美国股市，伫全世界股市，毋是讲美国，全世界股市除了希腊甲台湾以外，我相信全世界股市红色就是落甲大家喜乐的，落甲看红色就规巴倒好，规都拢倒起来即种的。红色是血气，是灾祸，是战乱，是逐项歹。结果希腊人认为这是上好的喜事上欢喜的色水OK， 这是文化上的造成的咱无讲啥物人啥物好啥物歹这无啥物好讲，但是，当你看人讲着门口搭一张白纸的时阵，拜托你嘛毋通想讲人家就一定是发生啥物代志，这是就是讲你已经去互迄种文化上的力量去制约掉的时阵，其实你要头开实在是足恶的啦，非常的恶啦。我甲你讲，真正我就算我转台湾，其实我嘛无迄个勇气甲伫门口搭白色的，不管是搭啥物啦根本就无迄个勇气，因为你实在是要和规个社会对抗迄种溃力，实在是爱足好打，足勇敢的啦好啦，讲到遮，你若实在是无法度理解迄个溃力偌大，你等于搭一个白纸，你就知影你会发生啥物代志好，绝对人家来甲你讲，拢问个恁兜发生啥物代志你若讲无啥代志，我就是欢喜，甘愿顶头写大家好安尼，大家恭喜发财安尼。绝对厝边隔壁绝对来甲你抗议，讲拜托你甲跳来好无？你安尼拍切衰，甲我搭一张白纸，我对无？你就感觉会出来讲，为虾米迄个文化上迄个溃力会遮尔大，迄种力量会大到即种程度？你要去反抗迄种，就是足恶的啦我讲到遮，其实就是转来咱即马咧读即只，为啥物讲到遮？就是我拄仔讲到汉人文化上迄种无知甲因认为讲是理所当然，我有啥物无知的？就是爱搭红色的对。我意思是讲，有啥物无知的？你迄当阵的教育是有啥物了不起？你荷兰人一寡番仔是教啥物件？迄教迄敢有效？就是讲，在因看起来，即段历史甚至根本就是抹写了，嘛袂要紧，或者是讲，就算即段时间的教育做得较又搁如何但是事实，这就是无知嘛。我用即字无迄个批评，无迄种看袂起意思是，这就是事实嘛。就是讲，伫你即个文化上，伫个历史教育上，你迄种无知的情形，就是安尼嘛。你敢若知影讲红色叫做喜气嘛？你袂当认同讲别人搭一张白色顶头写恭贺新正是应该嘛OK， 所以我开遮侪时间用遮个做开了要甲各位讲，就是讲你爱想办法，
家己提醒，毋通互即种无知诶，即种文化力量，甲你缀甲死安尼啦吼。当然，我毋是讲你转去，你门口爱搭白说，我意思讲，你要知影即项代志，你要心内爱有所知觉，爱有所觉察着，知无吼？好，咱讲到遮，所以是看了即讲，迄当阵荷兰时代即个学校做教师吼。当然，我安尼讲，可能你无法度理解迄当阵荷兰教育做到什么程度。咱若有机会再来读另外一本书，等因迄个因传教书，你讲迄当阵传教的情形。但是可能这嘛无法度真正理解迄当阵荷兰人因迄个教育是安怎做。为什么我会知影讲因是安怎做教育的呢？当然毋是我看迄本书来，迄本书内底根本就无写吼。迄本书内底有写的，可能就是迄当中学生囡仔偌济安尼。我去迄个有讲到啥物，知去遐上课啊，无来上啊，暗时大人是暗时啊来上课，啊若无上课啊罚有来有省，无来要罚就对啦，差不多是安尼。这是我所知影。OK， 但是伊教的内容是啥物？我其实拢无讲。我是对另外一边迄个印象来规个南做伙吼，就是对马街迄当中伫个北部的时阵，伊教伊的学生教的内容写甲足清楚，写甲足斟酌，写甲足有的吼。伊是写伫伊的马街日记内底，伊教学生囡仔教啥物内容，迄就是。咱即嘛啦，你和我即个现代伫咧学校现代教育所接受的内容嘛，我记得当然是一定有生物吼，啊有世界历史、世界地理，哦，这是因为因要教圣经，这个一定爱知的吼。啊，敢若嘛有音乐吼，啊伊个甚至譬如讲伊带学生囡仔去爬山吼。啊，爬去山顶，哇，都欣赏着，伊就伫遐俄罗赞叹啊，上帝实在是厉害，实在是俄罗上帝。俄罗上帝创造遮尔水的即个景吼，我相信伊当时去爬迄观音山啦，吼，各位有去爬观音山的时阵，就会当感受到迄当阵马街所感受到吼，遮尔水安尼俄罗，啊，结果伊学生囡仔吼，我咧讲咱台湾人迄当，莫讲人迄即就算即嘛是啦吼。啊，这是有啥物水的哈？这逐工你看，啊，这是有啥物好看的？踮遐学咧学了几部 ？OK， 这都是美术教育嘛，这是体育嘛，伊教你爱去运动，爱欣赏水的嘛。吼，这种是现代化教育的内容，但是呢，当然这是荷兰人是伫17世纪嘛，吼。绝对嘛，伊是教迄当17世纪因所知影的吼，所以你就会当想到讲，伫大明迄当中，还要清这是也未清朝的时嘛吼，清国也未开始，大明国的时代，希腊人迄种读较来是多啥，你大家拢知影。伫17世纪的台湾人吼，你我咱的迄原住民这边的这祖先，因迄当中就已经学即个17世纪。上先进的对荷兰来的即个知识，吼，迄种教育，你讲你看伊袂起，你当作讲无应该存在。我甲你讲，伊比后来迄什么开台，什么孔子庙因的迄个儒家教你踮遐读甲害，踮遐三林子楚成本线，敢若学迄汉字，直刻迄汉字，啊，学迄八股文章，拜托诶，即两个抗战的物件，真正是两个抗战的物件吼。差别太大啊！吼，天地差别太多啦。好啦，今仔日竟然互我敢若踮遮嘛是呐嘛半点钟，嘛即个希腊文化甲希腊即个人的即个习惯习性，甲即个内底意识形态内底读壳内底对迄寡物件啊，实在是好。讲到遮吼，咱继续看咧。讲到即个 Jared James Harwin 吼。我忽然间佫想着日本时代各位知影日本时代教育内容嘛吼？
嘛是迄种现代化，因经过即、因个命题移信了，因全盘西化，所以比如讲音乐课，因无可能跟他们工商绝子语啦吼，即大句我不要讲，伊无可能教你即伊是教你哆来咪发嗦啦西吼，啊，所以每一个老师师范学校，当然我讲是较晚期啊吼。就是每一个师范学校毕业的即个学生囡仔吼，我是意思讲，伊是老师啦吼，即个先生养成吼，因是会晓弹风琴，就是要教音乐嘛，会晓弹风琴啊，才有法度去学校教音乐嘛。当你个台湾老师踮咧弹风琴的时阵，你教囡仔学生的时阵，时若等你渐乱的吼，莫讲风琴。当时要叫唱断了都毋知吼。好啦，我讲的是迄个较晚期啊啦，当然是迄当阵日本人伫咧先啊咧建的时阵啦吼。OK， 伊写一张德批交互记者明仔载透早要出发前往南方的即个澎船，早起互探访团到 Jerry James Harvin 吼，内容敢若甲伊讲，要互即寡人是30个人伫迄边的沿海咧扑查，但是爱注意因的行为吼，互因不得含迄遐的居民来交易吼。我咧想讲即段到底是啥物意思？因写一张批吼，荷兰人写一张批交互即个探访团到早去南方，即张批甲因讲，内容是甲因讲，爱互迄寡人去沿海扑查，但是爱注意行为，毋通互因去含迄边的在地的居民交易。即寡人是伊是有后壁国号内底写讲是三峡的人吼。OK， 安尼嘛是看无啦吼，毋知影为虾米讲即寡人无叫因去遐不查，但是袂当含迄在地人做交易吼。也写好另外一张德批，要伫咧阴暗交一只小澎船，要载着快艇瓦肯波伊号的校房。送去片湖，互大船哈伦号。只有要探听迄只大船 Ready 号可能伫啥物所在，以及讲一下迄边的情形而已吼。今仔日有一个水手伫清洁迄只。伫咧清扫摒扫迄只抢来闪落的澎船的时阵，因为迄只船下面的米已经发出强烈的臭气，所以人昏倒。有一个咧摒扫啦吼，水手咧摒扫迄个船舱啊，结果因为船下面的迄米吼伤臭啊，去昏倒啦吼。头栽入去一间，哇，毋是昏倒尔，真严重哦。头结果昏倒，头壳去。栽入去一支铁钉，所以就因为安尼人就死去啊吼！哇，迄大条代志。另外有2个水手嘛，因为安尼来昏迷，后来是拢醒过来，但是就是迄个就是注定爱死吼。就是一支铁钉就插落啊吼。咱今仔日毋是今仔日昨对各位来讲，昨读着讲即个砸入去即个头壳顶吼。好，8月22，即工安尼我歹势我安尼心情就激动，讲遮侪吼。我真正想着这我心情就激动的啦。为虾米？因为我知影甲你觉察到这代志，迄种文化上对你的制约的迄力量，迄开力足大的嘛。我今仔就算我若伫台湾，其实我嘛。足学去理解着即种物件，就是讲迄种文化上的开力，迄种毋讲开力，文化上的迄种压制力量，互你无法度通拧会开。你拧即字你无学起来，拧袂开，你无法度挣脱啦吼，挣脱就是即个意思啦吼，就是拧吼。若袂晓讲即个拧的，爱学起来吼。
卖挣脱哈，挣脱是华语嘛哈。来 ，leng 零第三声，零第三声漳州庆说的亮还是人，我毋捌听人安尼讲，但是零是即个是自细汉就会晓吼。鬼说叫做骹手尾撒开，手脚猛然推开，叫做零吼。所以伊即只看敢若无迄种你互拔掉的拧开，但是你若叫拔锁啊拔掉拧开嘛是会当讲用即个拧字吼。当然咱再看其他版本的即个字典词典。伊个例句是讲囡仔咬拧被吼，拧被我个毋捌安尼讲过吼，我拢讲踢被啦吼，但是伊个意思就是踢被啦吼，拧被吼，去互伊拧走。另走就是脱逃嘛，吼！田蛤仔拧，哇！有即种拧法咧，我第一道看，田蛤仔拧就是踢开嘛，吼！田蛤仔拧就是双脚踢开那个田蛤仔拧，蛙踢啦，吼！你若华语吼，我毋知华语有即个词无，但是就是迄个意思吼，田蛤仔拧吼，拧吼。OK， 我即马咧看日文版的，因为我看日文是毋是差不多都是安尼规则吼。手足をズバル吼，就是骹手甲拧开，安尼甲踢开吼。突然咩安尼讲？伊是安怎写？猛然推开吼，忽然间甲撒开安尼吼。好，这是拧。我来看一下甘字典的用法。leng 第三声，拧，我发现敢若连汉字都用相款的吼，汉字都用相款的。无，汉字其实无共，伊即个我毋知影即个汉字是毋是写毋对，甘字典的汉字，我嘛看者甘字典的原文。伊这写毋对啦，网站写毋对，甘字典本身写的是含。大字典所用的迄个汉字是共的吼，就是凌壮志凌云迄个凌吼，迄个去掉迄个边迄个叫兵字边吼，改用即个卡字边足啦吼，卡字边，所以即个凌吼。好，咱来看凌是安怎甘字典那个规则，骹乱踢吼，骹惊开吼。棍拧，所以骹惊开，骹乱踢，拄则讲田蛤仔拧吼，大步拧，歹势我读毋对，音读毋对，大步拧吼，大步踢开啦吼，大步拧是毋是踢正步啊？我看伊无规则吼，大步拧，然后我认为大步拧可是踢正步的意思吼。好。这是拧吼，所以拧可能和我所理解有小可有争差吼，我可能我理解有小可争差去，因为伊拧拢是迄个骹大力踢的意思嘛，拧坡就是踢坡吼。我所知影拧是迄种挣脱开吼，但是我到目前拢无查到吼。我来看一下，这啥？册台语吼。拧 ，OK。拧 ，OK， 拧是优秀甘字典，拄则咱看过啊，大理新书，但是无规则。大理大词典拄则看过，骹手尾的撒开吼。1957台湾语常用语类，囡仔真咬
量伊是用即个漳州腔啦量，但是嘛无鬼色后壁有来是日本的日语的鬼色但是我看无介有差不多是这意思，囡仔真敖这毋是对，就是即个囡仔真敖量骹手踢开，去互伊酿造量。好，1973 Embry 大英词典伊就写量，对应中文挣扎，对应英文 struggle or struggle to get free 有无？我拄则讲的迄个意思就来啊 ，struggle to get free， 挣脱、挣开来迄个意思 struggle to get free。所以后来的意思是安尼啦可能一开始是迄种骹踢开的意思尔至少是伫台语典是安尼修后来伫1973伫较后来即个台语的演变就会感受到即种伊的语的即个字的用法的演变，到后来是变成我拄则所理解。所以为什么我自细汉理解就是迄种 struggle to get free， 就是安尼1976的 Marino 大英词典令伊写 kick right out with the sole of the foot， 用骹踢开另外是量结果伊无共音，伊鬼色写无共量是 stretch one's feet 骹健开嘛骹撑直啦，应该是撑直啦kick with one's feet to struggle with feet 这就是讲骹的部分Marino 1979年，结果 Marino 1979年嘛，差不多是这意思都白读啊。TJ 我小显一个TJ 我爱读，人伊迄个版本的版权的关系，伊无爱互你看我得去显333页。较早转去拄好，甲即本杂买转来，足方便的。为什么会买即本？因为我看阿天阿天各位毋知无台语界、台文界，大概足侪人知影即个人我记阿天是啥物人写的？讲即本就算你买等于当做纸你读嘛是足趣味的啦当然，你若有兴趣读每一本字典词典嘛，读起来足趣味。真正我读国中、读初中的时阵，读迄个英汉字典我真正足爱读的内底足侪我感觉足趣味的物件。好，零333零是我错无零结果伊零是讲叫你参考量量是第几页？量是345页。量 LIONG 第三声量好量是量动词第一个意思。伸长身子这应该是华语的写法。伸长身子正高伊就毋是挣脱正后壁写一个高，但是是刮弧内底写就正，但是意思是往上正安尼练较悬咧练较悬咧意思是啥？你骹尾讲爱啥？骹尾练起来才望会着练较悬咧，才望会着这是伊个句。伊迄个规则搁安尼写看华语的写法，身体往上正高一点儿搁竟然够儿化音搁出来才摸得着。第二就是我之前讲的就是我所理解的意思挣扎另造起挣脱逃掉，另造起挣脱逃掉了另造起所以伊即只
两个意思有修啦，但是伊即个头一个意思毋是讲迄个骹猛然踢开安尼，顶多是讲练是迄个小可那个咱逆骹步啦。阮较早阮是会讲逆骹步，逆骹步就是用脚尖垫起来站高，那个叫逆骹步吼。OK， 练吼。啊，你若袂晓逆骹步，我咧先煞学一下逆骹步吼。逆骹步要哪学呢？我看下。逆是毋是逆啊？我嘛毋知，还是 NIH。哦，对，嘿，逆吼，逆是漳州腔头先内吼，内骹步吼，内骹尾啦，你若漳州腔吼，我那个头先逆骹步，就我看无吼，汉新闻来这鬼蛇有时我毋知到底是读台语还读华语啦，看无啦哈。例句是逆骹看吼，就是脚尖垫起来看吼，安尼看起来。徛较悬，看较清楚，看较会对吼。年咧，我看一下日文版。伫倒位啊？歹势，特别若要查日文版，我着安尼找袂着。几啊遍拢安尼，逐遍都安尼啦。好，找着啊，你哦。芝麻打咧，芝麻打铁路，芝麻打铁路，芝麻打铁路，哦，芝麻打铁路，这日语讲法啦。哦，知就知，毋知就听个好。逆骹看，吼，就是足小芝麻打铁米路，逆骹要起来看，逆骹看，吼。芝麻塔底路汉字是啥了？腰啊，徛起来吼，爪立吼，华语读做爪子立起来，爪立，就芝麻塔底路，就是逆吼，逆就是这个意思。NI 第三声吼，逆骹步就是拄只迄个 TJ 鬼蛇逆骹步，伊讲做练吼，叫做练，伊嘛叫做练吼。另外一个是挣扎。我甲这滚起来，这个滚起来，这个滚起来，开伤侪页。好，哎呀，我煞已经读到家己了，毋知为虾米读对遮来吼。好，读这个练啦吼。822哦，为虾米读这个练哩？因为我要读这822之前，我想着讲，迄个要拧开迄个文化上迄个，甲你压制迄个力量吼。毋是干那文化，其实包括宗教、整个社会，其实拢会有吼。毋是干那文化上遐，社会上、政治上、宗教上，拢有迄种开来甲你压制掉吼。你若无觉察到，其实就是地死尔吼，一世人你毋知影吼。好，822，咱继续读咧吼，9:12分，过会当加减读几工吼。822风对东北方甲陆地上吹过来，天光了后透西南风。早起长官含福尔摩沙议会决议讲，伫本个月个底，或者是后个月个初，要派队长皮特本带领一支300个军人的军队去淡水。含国人吼去制服国人淡水以及加马兰地区的叛徒。即个叛徒的叛吼，我即嘛阁袂记安怎读啊吼，应该是叛吧？那第三声就读做叛，就变调了叛徒吼。还是第七声，我哪感觉可能是第七声。第七声是叛吼，反叛吼，叛出，叛逆，叛神叛，OK， 所以叛
搬动、搬身哦，所以我拄则嘛读毋对，毋是判啊，毋是背判吼，是搬吼。我看大字典。我无啥爱去现教育部的字典书店吼，其实这就是原因之一吼。因为但是平常时无机会通解说，其实各位嘛无法度理解吼。迄个原因就是讲，教育部的字典书店内底足侪对时那来迄种文化上、社会上、政治上迄种压制力量伫内底。其实你无可能会当理解，你无可能家己会知影吼。你干那你看的时阵，你是感受袂到吼。啊，大字典敢会无？大字典当然嘛有，就是迄种迄当阵的台湾汉人，或者是讲后来即个日本解说的即阵日本文化，还是日本人的观点的物件，当然嘛是会有啦吼。我袂当讲无啦吼。好，继续咱来看吼，搬，大字典搬古即字搬字嘛是读做搬吼 ，POAN 啊，这其实真正爱做笔记号都爱写咧 POAN 第7声吼，含判无含即个华语的判呢吼，迄个读法是无共的吼，因为你若讲像迄什么。裁判判断吼，迄个台语的发音是判吼。咱其实嘛爱查者，其实我嘛无查过，无解确定吼。至少即个背叛吼、叛徒、反叛吼，即读做叛吼。啊，若是判罪吼、判刑，因为咱拢安尼读嘛吼，反判吼。好，即个是判，读做判甲判吼。即嘛。早即是大字典吼，受判甲判吼，判刑、判断吼，公判、判啥？审判吼，判甲判应该是文读甲即个白话音安尼差别尔啦吼，判甲判吼，今日到底对即本是甘字典？所以即本毋是甘字典。即本是甘字典收判甲判大字典收判案、判文、判罪、判合、判官、判开、判官咧判官吼，判决。嘛是拢读判，伊无判吼。但是迄是因为我讲判应该是无音啦吼。好，但是反叛就读做叛咯吼 ，POAN 无 H 迄个音嘛吼 ，POAN 第7声。好，所以我真正一直读毋对去吼，我家己毋知。我一直想讲我捌早过是读，结果记毋对去吼。好，咱转来遮讲，要叫彼得本早带一支。军队300人去制服鸡人甲淡水遐以及噶玛兰地区的叛徒，吼。伫完成即项代志了后，要去拍开对淡水到台湾的道路。淡水到台湾的道路，对即嘛淡水到台南市哦，吼。即条拍开道路，哇！迄当阵就有即个。当然，敢若路尔，你无桥，其实嘛是足无方便啦吼。你想看觅桥迄整个即个纵贯线是开通是日本时代才完成的吼。大清阁也未吼，国语是哪国甲你伫你200外冬，台湾头甲台湾尾无法度用行的吼，爱撩开吼。我意思讲，你无法度规身躯。清气当当，自头行到尾吼，莫讲行你若要骑马、骑牛、驶牛车嘛无法度吼，就是爱撩开吼，一直到日本人
北大建设内底其中一条，就是甲即个台湾头台湾尾路通起来吼。其中一个大建设啦吼。OK， 但是所以我直接看到这真迄个啊吼。surprise 要安怎讲？就是真惊伊啦。surprise 要安怎讲？咱来查者吼。对应的英文 surprised。无，即个册台语一个查用英文查即个，敢若较无遐尼好用吼。我倒爱去现另外一本英夏词典，夏英啦，歹势是夏英词典吼。用来查英语 surprise。surprise。惊疑吗？惊啥物？惊疑。惊疑哦，嘛是会使啦。你伫倒位一本词典里顶找着？吹台语内底。哦 ，OK。是，我是毋是有写毋对个？我的 spelling 是毋对，对 surprised 啊，对。哦，我袂记咧交这全部拢爱交起来，那可能无啦。surprise 好，我滴贴掉。surprise 互人戆影，互人戆影吼，这是夏英大词典吼。cause wonder 互人奇怪吼。啊，你讲伫册台语内底有哦 ，surprise 我是用 surprise 的吼，滴摕掉就出奇吼，出奇是 Marino 所用的。你是用啥物去查？你是用啥物词去查？用中文真雅。中文真雅去查，吹台语内底，因为会使去中文的部分。好 ，OK， 有我即马输入啊，惊奇台华线顶词典有人安尼用吼，惊奇找台语迄个精宝词典，这是啥物意思？我毋知吼。咱看有惊奇、惊吓、着惊吼，即拢会使啦。我鼓励大家拢会使用吼，毋是讲袂用的吼，拢会使，真好啊！惊奇吼。惊奇、惊吓，好，所以拄则讲到即个荷兰人派300个兵。但是惊吓是不是有小夸他就是他就是很害怕的样子？惊吓当然是害怕，所以并毋是完全适合啦。你来看情形嘛。哦，伫遮我都袂讲惊吓。哦，因为我是敢若真意外，会感觉哦，原来荷兰人就有咧做即项代志啊！吼，派300个军人对淡水甲台湾的道路要甲拍开啊！当然是拍开，基本上就是讲若袂通的所在要甲拍通安尼啦吼。啊是安怎拍互咱继续看落嘛吼？因为咱知影讲伫咧中有一个叫做大渡王国吼，其实伊是拍袂开的吼，因为大渡王国车歹吼，因根本就拍袂过，但是咱一直无读着，我相信会读着吼。咱继续看咧，用武力互统治7个村社迄个大君主，名叫做夸东，这边哪读？夸东吼。歹势啦，我实在袂晓读。咱来看一下，咱来用迄个荷兰语，咱来读。我用迄个 Google Translate 荷兰文吼。当然，现代荷兰文甲古早荷兰文是毋是相通，我嘛无介清楚啦。我那就有看也无啦吼，参考一下吼。Kwartaum 夸大吼。Kwartaum
夸大王，毋知恁听会着袂？我声音哪遮细声？夸大王吼 ，OK。用武力互统治7个春夏迄个大君主，名叫做夸大王。夸大王来导航顺将阮，并且顺路去消灭残存的金王吼，伊手的海贼，并且要即个金王进前咱咧讲，伊要剿灭即个伫平湖甲倒呀李林迄个来去迄海贼有无？就是即个金王迄边即阵的啦吼。并且将留伫咧上述春夏附近的其他恶徒一举全部消灭吼。即个瓜大王是倒位的大君主啊？我嘛毋知吼。我看觅会对注脚，瓜大王无注脚，但是咱来看觅第一个注脚，哇，其实文件偏好尔吼，嘛无写。好，咱继续看咧吼，并且决议。中尉 Thomas Pedo 按照伊的请求，吼，将会解除伊伫咧淡水的职务，伊家己请求的吼，并且派士官兼任教官的 Martin Gitner 吼，做临时的讲旗官。Martin Gitner 等下下底有注脚有写伊简单的介绍，吼，咱等下来看吼。即个人去做临时讲旗官吼，去接替迄个 Thomas Pedo 的职务，也决议讲淡水因为需要真侪人来管理建造迄个碉堡的路堤吼，而归人的迄两个所在吼，迄两个地方要塞吼，欠缺士兵，因此阮将会伫咧军活中大的时阵，互归人遗弃50个荷兰士兵。并且要互淡水遗弃80个荷兰士兵，详情记载伫个决议录内底吼。迄只照着阮昨昏所写的迄张刀批的庞存出航前往平湖，就是迄个团刀啦吼，迄个团刀害我当面马西娜嘛半年前迄个团刀吼，伊照着伊要去交互哈林号的要早去交互哈林号吼，但是呢，当前进到北边的大礁区礁区的附近的时阵呢，牛舰吼就拄着迄只快河船叫做哈斯温号吼，因此呢下晡又搁同齐转来入港。迄只快河船哈斯温号的船长来向阮报告讲，迄只 Vrede 号是荷兰船吼，咱已经看过即个名，看过一遍吼。Vrede 号经 VREDE 吼，经过7、8天的困难了后，已经来到平湖吼，正如该船的朋友所写的安尼吼。好，对上设上务员 Leonard Winix 的来批，即第三个注脚有介绍即个人，伊即个名咱捌第一道看着吼。对即个上设上务员 Leonard Winix 的来批，阮真无欢喜来知影讲，因是我呢骨力伫做着违反阮意思的代志，非常的无欢喜哦。因是我呢骨力吼，用即个形容副词里形容讲，我呢骨力多么勤劳的在你做着即个违反阮的意思的代志，逐工无用你对停留伫遐的迄只闪落船来落货，装入去大船哈林号吼，互公司蒙受卑鄙之名，即个代志爱尽量较早设法处理吼。其实我看无介清楚，即是啥物，因是违反啥物代志吼。应该迄个闪落船顶头号甲落落来，装入去大船哈林号，安尼是互公司蒙受卑鄙之名吼。毋知是啥物原因吼，这无重要啦，咱知就好吼。读过，今仔日也写一张批，互淡水的主管的刀批到迄四只，明仔载要载运980包公司的石盒去淡水的运石盒的篷船载去遐吼。写个落落等意思讲，遮一张批要交要寄去淡水啦吼，所以交去互迄四只船明仔载要
去淡水迄四只船啊，这四只船载980包公司的石好要去吼。有一只篷船对片湖来到遮，再有一批要用来烧制阿拉克酒的纸吼，整纸吼，做5个人。我讲烧制什么酒吼，这是因为伊安尼写，我安尼读啊，其实安尼讲无人听有啦吼。大概叫做结酒吼，结酒就是酿酒，大概叫做结酒。我来查这个词吼。咱直接用迄个酿酒这个华语词来查看，有各种台语的讲法吼，有几种啦吼。无，台里大书店找酿酒，结果无吼。安尼我只好用酒字来吼。酒 CHIU 第二声，头前加一个 wildcard 星号海粉哦，搞起来，用星号做 wildcard 来测吼。什么酒？红酒、鸦片酒、麦仔酒、米仔酒、米酒、杂酒、制酒吼。制酒是一种讲法，制酒啦吼。制酒就是酿酒吼，伊都有写酿酒，但是我拄则无查，就是因为迄个酿酒，伊甲迄个酿的音写做用酒吼，歹势用啊，客字头用啊读做用酒吼，茶冻酒吼，以茶当做酒哈，茶冻酒吼，茶是伊。但你大书店用的音模吼，毋是我调讲安尼读的吼。茶冻酒，无伊安尼写吼，无酒茶冻酒吼，这是例句。清酒清酒，请酒啦，请人客请酒。春酒出酒，食酒敬酒敬酒吼，敬酒就敬酒啦吼。神来供奉酒叫做敬酒，祝酒吼，祝贺敬酒。做酒就是拄则讲做酒嘛吼，就是做酒，就是做酒吼，酿酒吼。醉酒就是酒醉了吼。煮米酒吼，煮米酒。熬酒哦，我想熬酒是一种讲法吼。熬酒各位会记无？出时线一开始出时线应该一开始就读着讲用迄个伫甘蔗布咧熬，甘蔗布，还是读着迄个刺青因老爸咧熬酒，我怎袂记啊吼？恁就是咧熬酒吼，有用即个词吼，熬酒就是熬酒吼，用蒸馏来做，用蒸馏来做酒吼，熬酒。我拄则讲结酒，伊直到即摆还未看着吼，敢若看着熬酒、制酒、做酒吼。番子酒、喜酒，咱搁继续看咧吼。火烧喜烧酒、杏酒吼，爱啉酒杏酒、喜酒、雄黄酒、雄黄酒。歹势已经9:32分啊咧。好，咱个读哇4页啦吼，4页，歹势读几部无看着，安尼直接我袂后壁搁后手搁3页，我无跟去现啦吼，时间到。我来看，我来用结酒查对袂？KEK 结，好，KEK 第4声结酒吼。好，结酒就是伊就收啊吼，汉字就是写鸡吼，刺激迄个结吼，刺激迄个结吼，结酒吼，冰淇淋啊，是讲啥？刺激啦吼，即个鸡酒吼，结酒吼，汉字写结酒。就是拄则即个音就读做结酒吼，就是我讲的造酒，结酒师傅这是例句吼。就是我伫庄骹学着讲结酒，就是我无学着熬酒，我学着结酒啦吼，就是制酒吼。我想要讲到遮来哦，伊最后一句啦吼，咱即马读的即篇822号，最后一句讲即只有一只篷船去对片湖来到遮嘛吼。
再有一批要用来激酒的酒吼，激什么酒叫做 Arak 酒吼，这毋知什么酒吼。伊是华语，伊用华文写烧制什么酒吼。我认为，当然我安尼，我直接讲烧制，大概是听无的吼。你爱无你就讲熬酒，无就讲激酒吼，无人要烧酒、烧制什么酒吼。坐5个人，好，即只阵。咱今仔读到遮，8个2读煞，读足慢的吼。但是读足慢的，我家己感觉诚趣味吼，会当学着足侪。所以我平常时读到爱困，主要是啥？伤赶伤急吼，直直读，啊，即种你写笑的，你读迄就无聊的吼，所以咱着逐逐读袂要紧吼，啊，内底有足侪物件当学着的时阵，咱逐逐来学吼。OK， 今仔日到遮，咱来开房咯。爸比有啥物问题无？爸比，我今仔日会伤楼梯无哈？半点钟你骂死哪啦？我讲啊，实在，OK， 好。好，到遮，好。好，再会。出金刷卡是第2啊，就5酒，有5嘛吼，对，真溜的，对。我咱其实咱读无共的字吼，拢是互相会补，或者是会补充安尼，会当搁复习。为虾米我最爱共日的时阵读无共的字就是安尼。好，咱到遮吼，感谢各位，咱来开房。好，多谢大家。好，新朋友则欢迎恁来加入我即个房啦吼。好，要阮多谢。开房，恁要加尽量加哈，3、2、1，关。